6号天堂 M 妖精改版更新，妖精基础伤害、命中、攻击速度以及一般技能提升，并新增冲晕技能，使得妖精的能力更加全面。先解决他们！精灵守护者召唤精灵王后，对我军生成者解除所有异常状态，并对敌军造成冲晕的神话级技能。重击之时，使用3重使10次后，对附近的目标造成强烈伤害。天堂 M 高阶妖精，5月6号逆转战役。天堂 M 高阶妖精即刻登入逆转战役。英雄不论出身低，从各行各业中找出最会唱歌的未来巨星。世界杯午后，我就是希望可以用歌曲疗愈大家。你是我们节目挖到的第一个宝，好爽！太会唱吧！我的天哪！如果你之后要找人唱 rap 的话，可以找我。电视机前面的音乐制作人，快来签啊！欢迎来到平民巨星，我是黄子佼。每一个大明星在成功之前都有过一段路程，这段路程可能是透过不同的职业累积生命的能量，当然也可能赚一点生活费。比如说李千娜以前是保险业务员，李宗盛以前是卖瓦斯扛瓦斯的，张惠妹呢也摆过地摊，吴奇隆也摆过地摊呢，后来成为小虎队。今天我们就要从茫茫人海当中找出平民里面最会唱歌的未来巨星。首先欢迎评鉴团第一位，哇，她是我们大家的偶像，她是美声担当郑怡大姐。哎，大家好，娇娇好。接下来是非常多才多艺的才艺担当林俊逸。大哥好，大家好，我是林俊逸。接下来呢，我们有不同世代的几位评鉴团，这位呢是人气才子邱锋泽，潜力担当。哎，你真的是最有潜力的，对不对？终于发光，恭喜你啦！好，接下来欢迎的是能量担当，他的声音、他的情感在歌里面相当有 power， 李佳薇。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接下来是颜值担当，小鲜肉娄俊硕，也是新锐才子。哎，为什么会是颜值担当？对呀，你觉得为什么呢？照理来讲，颜值担当应该是焦哥不好意思，或是丰泽。哎呦，拍谁啦？你想把林俊逸放哪里？对，我不靠脸吃饭。没有，不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个节目的颜值不是讲那么肤浅，我们讲的是自信。自信会让一个人的表演跟舞台台风呢，都会变得更帅、更美。说得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每一集都有一位大来宾，他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当然，评鉴团可以给意见。那大来宾做出决定之后呢，得奖的这位本周的周冠军就可以跟他这位巨星来一个合唱的机会，留下深刻的一生回忆。哈，各位朋友，久违的巫启贤老师，欢迎。贤哥好。贤哥其实也看过无数的歌唱比赛，对不对？对。现在到了2020年，你有没有新的标准或是新的准则可以提供给选手参考？其实到了2020年，我反而想回头走。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10年，很多的选秀越办越厉害，然后到最后在台上都不只是在唱歌了，懂，是有一种特异功能的那种感觉了。是。所以我想回头走的意思，说能不能找回唱歌的那个初心。
谢谢您的提醒。那我也想问一下，您这位巨星在你成功之前，你在马来西亚，你有做过歌唱以外的职业吗？哎呀，多了。你做什么？推销员。推销什么？拿着锅子上门敲门说：“哎，阿姨，这个锅很好，要不要买？”你卖锅子的哦？卖锅子，对啊。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工作？别的都不会做。那后来成绩怎么样呢？做的不好，所以又转行了。又做什么？后来去当和声去了。当谁的和声呢？苏芮。哇，苏芮大姐的和声啊！所以你看，我们常讲英雄不论出身低哈，无论你现在呢是做和音站在后面的啦，或者是卖锅子的啦，都欢迎来到平民巨星。好，正式开战。平民巨星比赛规则共分为13场赛事，每周选出周冠军，每月由周冠军角逐月冠军，最终由月冠军竞争最高荣誉的总冠军。周冠军赛事来自各行各业的5位歌唱好手，各自对应专属标签，根据巨星导师的选择，依序出场演唱。经过2轮淘汰赛后，夺得周冠军的选手将可获得与本集巨星导师合唱的殊荣。各就各位之后，现在邀请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的5位平民巨星他们的标签，请看大荧幕。分别有西湖周慧、世界杯舞后、小林美秀、保镖莎拉布莱曼。各位评鉴团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嘉威，保镖。哦，想看保镖。丰泽，你看了半天。世界杯舞后，因为我自己跳舞也不错，所以可能可以跟他 PK 一下。你跳舞不错，好，请看娱乐100%就知道了啊！锁定。好，怡姐，您喜欢哪一个？建议老师。莎拉布莱曼啊，对，我是美声的嘛，对不对？对耶，你就喜欢那种唱歌好听优雅的。到底她有唱得多厉害？哦，俊逸呢？小林美秀吧。小林美秀。对啊，因为你喜欢谐趣类的。不是，我喜欢这个充满表演能量。美秀姐也是多才多艺的，她也是很会跳舞。对的，也是很会演戏的。对 ，OK， 唱歌也不错的。好，娄俊说呢？西湖周慧吧。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选完了。没有，你可以重复。不要用配的，可以重复了，好不好？可以重复了，没关系。不要用配的啦。没有，我更想，其实我也是想要知道保镖。好，那我们来问问大来宾。巫老师看的最久，请问待会呢，你最希望哪一个出场第1位登台？我觉得西湖周慧最有 feel。西湖周慧为什么？听起来像一道菜，你知道吗 ？OK， 就像拉山水蜜桃。对，就一道菜的。是美食。好，先听一下一鸣惊人他的声音。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这个清唱不错吧？唱得很准好，音准 OK 吧？很准马上我们就来欢迎第1位选手，她是一位视障的歌手，我们欢迎杨小姐西湖周慧出场。好，玉凡你好。嗨，嘉哥好。为什么你是这个标签呢？就是西湖周慧。因为我在休息站其实常常唱他的歌，然后就有人说我的声音有点像他。真的有点像哈，各位老师就是很美，很甜美，很甜美，对。谢谢。然后呢，今天你也穿得好漂亮，谢谢。这个是我们李明川老师帮你们打造的，对不对？对。好，谢谢李老师在后台辛苦的准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杨羽凡的音乐梦想。我一出生下来是弱视，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视力，可是我对自己的外形很没有自信，所以我很不喜欢照镜子。在14岁的时候，我因为生病的关系造成双眼失明，所以我现在是看不到的。但现在的我很想要看看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无法接受，应该是遗传到我的弱视，所以我很自责。我弱视的时候，很多不方便，在学校读书啦，或人际关系都是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说，好好的把他养大，然后做他最强大的后盾。
突然间陷入黑暗，其实我会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还好那个时候有妈妈在旁边，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带我走过那一段我觉得很无助的日子。那到现在，其实妈妈都很鼓励我去做我觉得开心的事情。我小时候还看得见，还是弱势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学琴。那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音乐一直都是我一个很好的陪伴。说不管我心情好不好，只要弹弹琴或者是听一听音乐，好像就可以让我觉得很平静。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啊，老师或者是长辈都说盲人好像只能做按摩，可是因为我个子比较娇小，而且我也觉得，或许除了按摩之外，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时候朋友其实都说我唱歌还蛮好听的，然后我对音乐也有兴趣，所以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我就踏上了表演这条路。一凡小时候很内向。他看到陌生人都会不敢讲话，会很害羞。没想到他现在这么有勇气，在好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前面可以这样的表演，看他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快乐。在萧煌奇老师的协助之下，发行了我的个人首张创作 EP。那其实我的创作的素材是来自于我的心情和生活，我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身障者在社会上被贴上蛮多标签跟限制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表演舞台、表演机会，或者是听到我们表演的人，其实都很有限。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比赛的机会，让大家听到我、看见我，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创作可以让更多人觉得感动。好，谢谢玉凡的精彩故事。几位评鉴老师啊，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地方想跟他交流交流啊？那我只好奇的就是我们的西湖周慧，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进入你的感情？我会在我过去的记忆里面去找寻，就是可能跟那首小时候有点记忆的东西。那个时候他还看得见嘛，14岁以前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看不见好像有看不见的感受。哦，怎么说？就是变成是用听的。但是用听的其实会跟用看的世界，应该是会很不一样的。他的想象力可能比我们更丰富，想象力不一样。用听的，他就可以想象说，黄子佼长什么样子啊？长得很帅。谢谢。耳力非常好，想象力很丰富。什么想象力？是耳力好。好。玉凡，你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谢谢你。刚刚 VCR 的时候就觉得你声音好感动，我好喜欢你。谢谢，谢谢。其实我在 VCR 里面一直看到妈妈的身影，然后我看她的表情，看你唱歌的时候都觉得很骄傲，觉得很为你光荣。所以其实你每次表演，妈妈都会陪在你身边吗？对，她非常的支持我。我想要问，就是假如你现在看得见的话，你会最想要看见谁？看我自己啊。你今天很漂亮，谢谢，今天很漂亮，你的笑容非常非常灿烂，谢谢。我特别有感受，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我想到2个字叫视障。一般人对视障的认定是看不见，有障碍。可是我有另外的感觉是，视障是我看见反而有障碍。所以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常常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会尝试把眼睛闭起来。不要看到这么多，对耶，我反而可以专心的唱歌，而进到一个歌的意境里面去。是，很多歌手在演唱会唱歌也是闭眼睛的，他可能看到前面1万个人会紧张，这就是他的视觉障碍。是的，因为像我看 Bocelli 的演唱会，因为他也是看不见，他也是视障，可是从头到尾，你觉得他在音乐里面，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在音乐里头，是因为他看不见，所以有时候这种境界反而是我们看得见的人有时候会去羡慕的一种境界。是，好期待他的演出。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呢？来，玉凡，你要唱什么歌？你是我们这一集第1位登场的哦，好好表现哦。我要带来的是周慧的《我喜欢》。好，欢迎杨玉凡，加油！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
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不曾有过的感觉，莫非那就是爱？莫非那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地走远，背已不知不觉地追。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成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很好，让它活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如果你道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药，却停止不了。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用柠檬搅拌成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很好，让它活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如果你道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药，却停止不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玉凡，谢谢阿毛老师领军的乐队老师们。哎，5位评鉴团听完之后什么感想？也可以给点意见。你说你的创作都是写到你的经历、你的生活，那你在创作上你是想要带给你的听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是想要让大家有一种开心，然后希望可以用歌曲疗愈大家。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感受出来，因为其实他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的顺遂，对。可是他其实想要用他音乐，然后去感动大家，然后让大家其实是往一个正向的、很开心的心情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很棒，真的感觉下一个萧煌奇就在这里，对不对？萧老师也是一路这样打拼成为巨星的。其实像我们对黄绮老师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其实对他的印象都是他很抒情，然后他唱很多悲欢离合。可是其实黄绮老师私底下他喜欢唱轻快的歌，他是喜欢唱。然后刚刚听这个玉凡在唱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而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你的热情有感动到我们。谢谢，对，谢谢老师，有发自内心。我在猜观众应该都是笑着看完这一段表演，对，就是会被感染，对，就是真的很特别疗愈，完全不由自主的就一直笑，然后听你的歌声就觉得哇，好甜蜜，好开心。对，加油！谢谢。哎，吴老师呢？为什么要唱歌让我们开心？为什么？因为它自由。所以我刚才他唱的时候，我也尝试把眼睛闭起来。我发现，当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跟他一起来唱这首歌，而且跟整个节奏啊是非常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我发现他唱歌，他并不在乎自己唱的有多好听，他只要唱的自由，因为唱歌自由，他自然就好听了。太棒了，谢谢吴启贤老师。谢谢老师好，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下次经过西湖休息站看到玉凡的时候，阿嘎帕婆啊几类了哦。谢谢第一位杨玉凡，谢谢。好，请到后台等待。稍后我们有其他的选手，竞争很激烈，5个进3个，最后剩1位。紧接着我们来看看，还有4个标签，分别是莎拉布莱曼、保镖、小林美秀、世界杯舞后哈。你要选哪一个？我跟美秀认识很久。哦，你交友广阔哎，你也认识美秀姐啊？对呀。哎，那我们来看看小林美秀咯，对，好不好？没错，就因为这个关系，没有错。对，OK， 好，这个标签蛮有想象画面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比较可爱圆润型的，还是怎样？应该瘦一点吧，这个。哦，我们来先听她的声音哈，好，透过声音来发挥你的想象力，一鸣惊人。你的寂寞在唱歌，是否曾偷偷想起不敢想的人？
你的快乐不快乐？勉强的笑容看得出来，你累了。情歌动人也伤人，听到心碎成几片，还是舍不得。我不是你爱的人，还是愿意为了你的寂寞唱歌。啊，我鸡皮疙瘩起来嘞！透过这个隧道的剪影哦，确定他是瘦的没有错哈。先回答你的问题啊，而且确定不是那个美秀，这当然不是美秀姐，美秀姐是巨星了，她不用当平民了。是，好，请出场。郑慕成，你好。为什么叫小林美秀？因为我是剧场演员。哦，原来是剧场的关系啊。对，所以身形就是比较可以符合剧场需要的大中小，然后个性比较活泼外放啦。啊，对，所以自己的射线就是还蛮多不同种类。啊，就是说不设限了。对，不设限，自己不设限。对，所以现在是在做剧场工作。对，但有音乐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现在其实是一名剧场工作者，然后我的生活其实都一直待在剧场跟打工。那会加入剧团，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好动。进了剧团之后，可以唱歌，也算是弥补我想当歌手的梦吧。对，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郑慕成，绰号叫2点，身高是160公分，体重57公斤。为了想当歌手，很多海选的节目，然后歌唱节目，然后可以去排队的，或是寄影片、录影寄影片过去的，或是可以寄完影片亲自到现场的，其实我都有去过，都会抱着一个希望出来，就是比如说好，那我们再等你，我们会再联系你，但是就是一直都没有，然后这7、8年来都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他现在是耀眼剧团的曾慧成老师，他就把我带进了音乐剧剧团。但音乐剧剧团就是跟唱歌有关系，所以开始在学习唱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未来参加歌唱比赛可能会有一点进步，可能就会离歌手就是越来越近。5、6、7，走，站成左手，手和手一起互动，手出头，给手，哈哈哈哈。就是当歌手呢，我们只要站着，然后深情的唱，好好的唱。音乐剧演员他要会唱、会跳，又要会演，又要记走位。跳舞的时候你还不能打到别人。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蛮累的。在剧团里面找回了自信，对，因为要上场演出，所以像近几年参与过的果陀剧场的绿岛小夜曲，然后相信音乐的搭错车，还有耀眼剧团、红潮剧集、次点创作工坊、爱乐剧工厂等等很多剧团，他们都会有肢体的老师跟声音的老师来训练我们。曾经这一天，好，那我唱起来，3、4。曾经这一天。在剧场的这段期间，其实培养了很多我不同的技能，除了表演之外，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唱歌。那我很谢谢就是老师朋友在这一段时间给我的鼓励跟陪伴，就是教导我。那现在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在剧场累积的经验，更有自信的站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郑慕成哭了是吧？不是，我刚刚听自己的声音，被自己感动，被自己感动，被自己感动。哎呦，好自恋啊！有自信，有拍那么9年，拍那么多年，终于可以站在这里。对，我刚刚看你讲7、8年的各种的选秀，对不对？辛苦你了哈。好，你不辛苦，平复一下情绪哈。那你没演戏的时候在干嘛？因为戏也不一定每天有。我们剧场工作者其实有很多都会是打工的性质，就顺便还在剧场做小助理这样子啊。对。
就是幕后，有的时候在台上发光，有时候在幕后帮人家发光，或是在剧场打工，真了不起哈！我有去看过俊逸的舞台剧，哦，我觉得好难哦，舞台剧上面，因为你在整个对你在整场里面也要唱要跳，就像你讲的，也不能打到人，然后还要背所有的歌词。对，而且在舞台上，它不是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从这边跳到那边。对，我觉得它比有机关，它比唱一场个人演唱会还辛苦哎。然后很多的歌手都为了要去有经验，所以要参加一些舞台剧的表演。巫老师也有啊，对不对？他站起来就是想给他一个很大的起立鼓掌是吧？厉害，就觉得太辛苦了，因为我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你的功力可能比很多线上歌手还要强，没错，真的，那是硬底子真功夫，不 NG 的音乐剧 ，OK？ 没错。接下来要准备展现你的歌声喽。好，你要唱什么歌给所有的观众和评鉴团和老师听？陈洁仪的《喜欢你》。天场面，高阶妖精即刻登入逆转战役。天场面全新职业，神圣剑士，超越剑与魔法界限，神圣之地，划破黑暗，时间消除，强化控场，神圣之环，扭转局势，全新职业命题绽放，即刻登入。你要唱什么歌给所有的观众和评鉴团和老师听？陈洁仪的《喜欢你》。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谢谢2点。好，这心情是什么？好爽，
怎么那么直白啊？又爽啊，又爽了，又爽这个字啊，站在这边很爽，很爽哦，好好的唱一首歌，这么多大咖听你唱歌，对不对？很棒，这就是我们平民巨星的意义的，好棒啊！我要谢谢你，哎呦，很享受他唱这首歌，因为他整个人都在歌曲里面，一丝没离开过，太棒了。好，我有一个问题哈，会不会在剧场待久了以后，因为你要唱很多很多的故事的歌曲，我觉得欠缺了一点点的个人特色。可能在演别人的故事多了。对，因为像我没有当过剧场的经验，我就是金韵奖比赛之后就直接出唱片，然后歌曲就红了，所以我等于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做我自己。不好意思，对他的怎么这么好？谁不同意呢？这个是事实，这不能请问谁不同意？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啦。我认识哦，但是你爸妈一定是我的歌迷了。对呀。不过我必须问一下老师，因为特色要怎么塑造？因为有些声音是天生的啊。其实这个又回到表演本身这件事，所有的表演，不管唱歌还是演戏，你要给这个表演一个角色。刚刚可能我觉得郑姐的疑惑是，我们比较听不到你在这首歌里面的角色，因为它的音乐是一个轻快的华尔兹的拍子，它是一个听起来很舒服的歌，可是我比较听不到你自己。对，会变成说你的特色好像不见了。想象一个身份出来，是不是？对。哦 ，OK， 这个很棒的建议哦。对。哦，她刚刚其实就是在演一个很爽的女生嘛，你们没有感受到吗？在这边。圆梦的那个激动，她的手势很多，她的手势很多，你懂吗？她是一个激动的女孩。其实我蛮喜欢你表演，就蛮轻松的。就是我觉得虽然你很紧张，可以感受到你很紧张，但是你很想要让自己融入在那个音乐里面。让我觉得，可能你紧张的关系，你的气有点浮起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让人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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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没有出来，有一点点下，对不对？对，有一个哒哒稳一点，哒哒哒哒，那个 body 不见了。对，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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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就少很多。吴老师呢？我可能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坐在正面看他，跟你们在侧面看他，还是有点差别的。对，因为我在正面看他唱歌的时候，我完全看到他的表情，跟他在歌里面的那个状态。其实他像是一个闯入森林里面的小白兔，他唱的有点不知所措，可是。那个就是他，那搞不好就是他的人设。那个就是他，他有他唱歌的自由，然后他有他唱歌的心里面的小小的忐忑、不安都有，都有。可是这整个东西就形成一个现在的他，所以我刚才说我很享受你的唱歌，是因为你很真。当你唱歌很真的时候，对我来说，音有多准，拍子有多准，他只要不是太离谱，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喜欢。好，谢谢吴老师。好，吴老师意见也很重要。不过几位刚刚评鉴团给的是很棒的专业建议，谢谢2点，谢谢。好，每一位选手当然他都是带着音乐梦而来，可是，在音乐之前，真的做过好多其他的行业，都在煎熬着等待下一个标签，请老师选择。好，我们还剩下保镖、午后跟莎拉布莱曼。以前有一首歌，你记不记得？天上白云飘荡。地上人儿马蹄忙，什么歌主题曲？保镖啊，保镖啊！所以你要保镖，我当然要保镖啊！哎呦，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当年的歌曲。你不要突然间这样唱一首老歌，邱风泽。娇，只有我们2个会唱。还有我，完全是你家为马来西亚来的，有感觉吧？有感觉。傻眼了，眼泪快掉下来，我跟你讲。好，那我们就来看保镖了。对，听声音，保镖，一鸣惊人。守候一步2步3步，我错过，后悔对你说，反正我不难过，再找不到想你的人等着我。听起来很温柔，感觉是温柔的。温柔的。好，欢迎许博维来，请走向属于你的平民巨星舞台正中央 C 位。
大家好，我是许博维。有没有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很用心一般主持人会去迎接，没有。我们第一 part 就是让他拥有自己的舞台，对，他就是 C 位哈。来，老师们看到本人啦，有没有什么好奇的事？果然没有虎背熊腰，这怎么会是保镖啊？那我们听他的故事。对啊，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好。其实因为我曾经有参与过一个8点档的演出，然后我在里面的角色是饰演一个保镖，这样。原来如此啦。OK， 我们都误会了，对，我们误会了。但是还是有音乐梦，对不对？对啊，就是喜欢唱歌，然后想要展现自己。我们来看看这位演过保镖的人，他的梦想是什么？1、2， OK。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的人，从小的表演欲望就蛮强的，会去参加一些可能演讲比赛或者是歌唱比赛。那有空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外面找一些厉害的地方拍外拍，然后也会录自己的 cover 作品，然后拍 MV。上传到 YouTube， 想办法增加自己的曝光啊，然后跟别人不一样。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就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在镜头面前很容易紧张的人。那曾经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然后选择参加歌唱比赛。那2次的歌唱比赛都是因为我紧张过头，在台上直接大忘词，然后失败了。那个失败的经历就让我将近半年不敢在大家面前表演或者唱歌这样子。明哥，都是我的唔对，无好我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放弃这条路了，就是后来我尝试走戏剧这条路。那很幸运的，因为有朋友的介绍啊，让我有机会参与戏剧的演出。那刚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色，那可能因为有观众缘，那后来就有越来越多曝光的机会。那在这2年中，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是关于如何揣摩一个角色，如何进入一个情绪。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在镜头面前比较不会这么紧张了，可以更自在的做自己。对。其实唱歌一直是我的兴趣，那我没有放弃过，就是有空的时候我还是会让自己练歌啊，或者是录一些作品这样。那甚至在这2年中有空的时候，我也会去咖啡厅驻唱，那累积自己在面对观众的胆量。我一直在想，既然我可以当演员，那我可不可以把歌手当成一个角色，把它扮演好？那希望我未来可以更胜任这个角色。让大家透过我的歌声更认识我。好，这是博维的梦想，博维的故事，还有博维演戏的片段。我觉得博维你是一个蛮害羞腼腆的人，对不对？对，而且我现在很紧张。可是通常来讲，应该是很有表演欲的人才会走上演艺这条路，这跟你的个性是很冲突的。对，但是我其实，在做演员中，我发现我是很享受演戏这件事情。不要紧张，嘿，我没有很可怕。不会，你长得很亲切。长得很亲切算是某一种称赞，那我也就觉得不太懂，就是长得很亲切，可能长得很像隔壁的妈妈阿姨。不是，感觉是对长辈都是只有客气。哎，我看你的资料，你的学历是交大光电工程。哎，对。啊，你怎么误入歧途啊？这么想不开，这么想不开。不会啊，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棒的选择，然后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那时候为什么会读那个呢？其实因为我高中就是读理工科，而且我自由班，然后家里也没有让我有很多额外的选择，就是让我一些跟期望，是不是？对。那你父母有阻止你吗？就是做表演这一行？其实刚开始他们是反对的，然后后来发现他看到我一些努力的成果吧，然后觉得让我试试看这样子。加油 ，OK。好，谢谢。能演能唱，那你要唱什么歌给我们？今天要唱的是林宇中的《靠岸》，请就位。你坐在我身边，可是表情很不自然。聊的话很平凡，却很悲伤。你说你不相信
活着就是为了梦想，甚至你更怀疑什么是地久天长。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心更烫。我都一样，所谓梦想终究飘飘荡荡，在迷乱的台北流浪，寻找一个幻想，突然很渴望在我身上找到你要的靠岸。这一刻，当我们都感觉到彼此的心愿，爱情早已经开始，思念早已经蔓延。咖啡麻醉不了孤单，只会让夜更长。我也一样，飘飘荡荡，眼神交换迷惘，在冷漠的台北流浪，找一个避风港。突然很渴望，在你身上也找到我要的靠岸。谢谢，哇，深情款款哦，不知道几位评鉴团听完之后的感想或建议哦，建议也很重要。来，丰泽你先说好了。我感觉没有很紧张啊。其实你刚刚说你很容易紧张，我觉得还蛮投入的耶，我自己觉得啦。谢谢。然后因为我现在手脚都在抖。是哦。对。哦，看不出哎，但是我就是感觉，因为你的声音都有一种纯真吧，我不知道这样子形容对吗？但是我其实有觉得有点感动到。我还蛮喜欢的耶，谢谢。你有一点不错，我觉得他会闭眼睛，就是唱歌的时候是会陶醉，然后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其他旁骛的事情，你就是专心在你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你要把那个闭眼睛这件事情，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就是你耳朵自然而然在你没有闭眼睛的时候就可以打开。因为我跟你说，眼神有时候是一种传达能量的方式，有时候你声音就在这里，但你眼神可以告诉你好多事情，有一个对象。因为有时候你包括讲话，你眼神也是有一点点的飘，就是不要一直闭着眼睛，对对对，让它延伸出去。对对对对，这是一个能量释放，就是张开眼睛这样子。但是在唱歌的时候也要这样，对，就是有一个对象啦，有一个对象。到底要闭眼还开眼呐？就是一开始，对对对，不习惯的时候可以先闭眼睛，让自己专心。但是你要把习惯这种方法，一定要习惯，再打开眼睛，你才能够释放更多的东西。好，你就白天开，然后天黑请闭眼。又变成狼人杀了，狼人杀又来了。其实啊，他一开歌一唱的时候，我有点了一下头，他娓娓道来的唱，挺舒服的。如果我总结你今天唱歌的话，就是唱了半首好歌。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主歌，挺适合你的味道，你的声线、你的情感，都挺享受的。后面就跟你好像没多大的关系，可能那个不是你的属性。那所以，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挑歌很重要。你的先天的条件是不错的，你的外形，你那个娓娓道来的声音，但是你还要再努力一点，在音乐方面。好，谢谢老师，谢谢你哦，加油，谢谢，请回后台休息。我对于我刚刚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比彩排的时候好蛮多的，因为前面有一些大概做了一些闲聊访谈嘛，然后有让我就是在舞台上比较轻松。后面的确因为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然后让我没有把后半段的歌处理好。然后我觉得这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对于晋级我还是有信心的，我相信刚才也有感动到各位评审老师，尤其是那个吴启贤老师。接下来还有2个标签啊，老师你要选莎拉布莱曼还是午后？我觉得到这边应该要刺激一下，刺激一下，刺激一下，来动感一下。好哎，好哎，好哎。世界杯午后它很特别哦，我们先听声音哈。一鸣惊人，请发声。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
好听耶！我们欢迎她出场，来，张晨瑜，小妹妹到舞台中央来，属于你的平民巨星 C 位。好可爱哦！可爱啊！好欢迎，好欢迎你。那你为什么叫世界舞后啊？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因为我在5年前，就是6岁的时候，有去参加一个世界杯，那时候比赛，然后就有第1名这样。6岁是不是现在拿的舞后啊？是6岁的时候就拿世界舞后啊？对，世界杯。那这位小妹妹明明这么会跳舞，跳到冠军了，为什么还有音乐梦呢？请看。一开始是哥哥先学跳舞的，他是在学校参加国标舞社，然后他之前去比赛的时候，就有看到其他女生穿着，哇，好漂亮哦，那个舞衣，哇，非常漂亮，然后就跟妈妈讲说，妈，我也想要去学跳舞。然后之前2015的时候，我有参加过世界杯，那时候我6岁，我是参加幼儿组，然后我那时候拿到第1名，我就觉得哇，我好开心。可爱啊，就是6岁吗？哇，好可爱，好可爱。对，小肉肉的这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享受这个才是小银美秀啊！每一个时刻。陈瑜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开朗、很爱笑，然后就像一个开心果。他会喜欢唱歌，应该就是受到我跟爸爸的影响，因为我们也很爱唱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4岁的时候，因为他生病比较严重，他住院。那个时候，我有教他唱一首《三寸天堂》，然后就很喜欢唱那首歌。然后无意间护士经过，就听到让他唱歌，他说：“哦，妹妹你唱歌好好听哦！”就是让他更觉得说，哇，他唱歌是好听的。只要站上舞台，他就很享受那个舞台。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她国中的时候就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她还有参加过5等奖。对，然后所以妈妈她也会教我怎么唱歌，怎么样唱可以更好听。这次练习妈妈听到的是，就是你的高音没有唱上去。妈妈有没有说过高音没有唱上去的原因？就是你要练，平常要练气，然后还有你的位置是不对的。妈妈在教我歌唱的时候，其实蛮严厉的。她比赛经验也很丰富，可以教我就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一些歌唱技巧。因为她这样教我，她给我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晋级。陈瑜，很开心能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你是我们家人的骄傲哦。LOVE 陈瑜，加油！加油！哇！专 gay 都就够追耶了，然后好可爱很有正能量的 family 这样哈。好，接下来想问问评鉴团，看完他的故事，包括听了他的歌声，对他有没有什么疑问吗？我看到他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完全没有紧张，完全没有怕，你觉得很开心，你玩得很高兴，对不对？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整个站在舞台上的一个重点。今天目前你要非常的享受它，对对不对？你有发抖吗？刚刚前面哥哥说他在抖。不会发抖，不会哈。你刚刚看影片也不会想哭，对不对？不会，会想笑。想笑？为什么？因为觉得我小时候很好笑。啊，你现在不是小时候吗？你现在也是小时候，你知道吗？也是小时候啊，更小的时候。好可爱哦！你刚刚说爸爸妈妈都喜欢唱歌，我刚才看到你有一个哥哥，应该是很会跳舞，但他爱唱歌吗？他也蛮爱唱歌的。那你们全家都很会唱？这不好说。他还要回家呢。哇，你这个是不是？他等下录完还要回家嘞。妈妈还要来接他嘞。妈妈已经是排第1名，他的名单最会唱的。不好说，不好说。对 ，OK， 好。刚刚看影片，你在练唱的时候，妈妈也会给你一些建议。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会有一些压力？其实不会，因为妈妈其实都是为我好，她不会故意去刁难。他很懂事，对的。好了，现在是你的舞台了，陈瑜，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我要唱张韶涵的《欧若拉》。哇，这歌不好唱哎哦。好，请就位。5月6号，天堂 M 妖精改版更新，妖精基础伤害、命中、攻击速度以及一般技能提升，并新增抽晕技能，使得妖精的能力更加全面。先解决他们！精灵守护者，召唤精灵王后，对我军生成者解除所有异常状态，
并对敌军造成冲晕的神话级技能。中邪之时，使用3重使10次后，对锁定的目标造成强烈伤害。天堂 S 高阶妖精，5月6号逆转正义。因为妈妈其实都是为我好，她不会故意去刁难。他很懂事。对的。好了，现在是你的舞台了，陈宇，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我要唱张韶涵的《欧若拉》。哇，这歌不好唱哎哦。好，请就位。私家的神殿，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茉莉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去找不思议的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茉莉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五彩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相信就会存在。红橙黄绿蓝，美丽的欧若拉。心中，相信就是永远。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茉莉北极光，传说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茉莉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心中，相信就会存在。红橙黄绿蓝，美丽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相信就是永远。哦，这个 ending 霸气霸气！来，大家听，讲一讲听完的感想。哇，我们的小歌后诞生。哎呦！真的是厉害，我觉得他能够在这个年纪唱出这样自己的味道，真的很不容易耶。其实我觉得他是到现在为止，最自在的一个，最自在的，然后你没有，也不管年纪这件事的话，他没有包袱，他也没有包袱，对。然后他的音乐就在他的声音里面。然后他就是很自在的在告诉你说啊，这是欧若拉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他干净利落，对他就是一个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想要表达我很喜欢唱歌这件事情给大家知道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非常厉害。如果你之后要找人唱 rap 的话，可以找我，好不好？fit 一下娄俊硕这样。谢谢。好，吴老师呢？你有什么看法呢？从刚你唱歌，我不觉得你会跳舞，我觉得你是一个被捆绑的歌手。你拿过舞后。应该已经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你唱这样一首奔放的歌曲的时候，你的肢体应该是跟着你的歌声一起展开的。可是你一直捆绑着，一直在那边。我一直希望你可以放开你自己，至少可以放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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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期待的是你有这种火花，可是你一直很在乎你自己唱的好不好。我觉得你太在乎自己。到底唱的好不好听这件事，肢体啊，不像个舞者的。对，看起来像很享受唱歌，对，其实你不够享受，因为跟你真正的那个最强项的舞蹈，它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这是最可惜的。放开你自己，
解放你自己，好不好？不要再捆绑住。谢谢你来，谢谢。我觉得我刚刚表现对我来讲是还不错的，就是在我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加油，我希望可以做到更好。最后一个标签，我们再回味一下，刚刚说的是莎拉布莱曼，那就一定要准备听美声了。是的，应该是美声吧？照这个逻辑哈，我们先请她发声，一鸣惊人，请演唱。不要再说要进厨房门出厅堂，不要再说要会铺床又能着床，问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你想，简直可笑。这盘沙拉是加了辣椒，是不是？这个沙拉布莱曼完全颠覆我们刚刚所有人预测的啦。就应该是很古典的声音，所以它不是那个对美声的意思哦，不是哦。不是哦，欢迎古晨真，好，请到平面巨星的舞台，站到属于你的 C 位。他今天用莎拉布莱曼的发型啊，这个造型是一样，对对。哎，有一点飘逸的那个梦幻感，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听这位音乐老师，他平常都教人家发声啊，保护喉咙，但他自己也有想站上 C 位的梦想，请看。平常的职业呢是声音教练，主要就是教人家怎么样正确的发出声音，怎么样正确的使用你的声音。平常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新竹的工程师，还有一些室内设计师，或是来自各行各业这样子。那比较特别的话呢，是也有收到诵经的法师这样子，练久的就会很疲劳，或者说他的声音没有办法被放大这样子，然后所以会来找我们做声音训练。好，慢慢呼吸。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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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go， 可以。好，我们要摸着你的喉结，然后吞一口口水。好，然后发现你的喉结往哪边跑？往上。往上。好，所以这件事情叫做吞咽反射。因为从小就非常喜欢弹钢琴，也非常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坚信着我从小学音乐一定会不断的走在音乐这条路上。大学期间呢，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人声乐团，叫马克笔人声乐团，参加了音乐艺术节，还有一些国际上面的阿卡贝拉比赛，都获得非常多的奖项。毕业之后呢，我们都拥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但是每一周呢，都还是会有固定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练唱。那每年都有每年的团务的计划，会演唱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一些曲子，然后还有出一些共同的作品。他的西装比我先红了眼眶，笑我胖，比我黄。有一次，我老板找了我去当一位歌手的和声老师，那一位歌手呢，就是莎拉布莱曼，她也是我第一次登上小巨蛋的舞台，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这样。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平常是一位唱歌老师，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学生可以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我会觉得，如果自己都不认真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要怎么样子教导我的学生呢？所以我就很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然后来这个节目唱歌这样子，希望我的声音可以带给更多人感动。本来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去教别人唱歌嘛，因为我觉得会唱跟会教是两回事，所以你要自己怎么去克服这些东西。一开始在做教学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觉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教学，然后也曾经想说，我自己的声音真的这么好听吗？好听到真的可以教别人吗？但是因为我从小是女高音，所以我真的非常，尤其是在唱阿卡里面，它就是女高音，就是一定的范围里面就是我的天下了，然后低音完全不是我的世界这样子，所以开始进入这个系统之后，才把这个区块补起来，才让我相信说，原来声音竟然是可以透过训练，然后把这些事情补起来的，所以让我相信说，教学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帮助别人，也把别人的声音一起带起来。那我想要问，就是假如说你真的遇到那学生，他真的五音不全，可是他很喜欢唱歌，你会怎么开始？然后你又想赚他的学费，对，对不对？你又不想退费，很重要啊，很难教啊，会唱，对不对？真的还是会碰到，没有怎么办？这个就想办法。当然，其实世界上是没有音痴的哦，只是单纯你对那颗音不是这么熟悉。有些人确实哦，你弹一个很高的音跟很低的音，他根本不知道哪一个音比较高。OK， 那他对音感这件事情就真的非常的不敏感。那其余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他单纯对某一颗音啊，跟他不是那么熟而已。就都有救的啦。没错，没错。这是不是讲的都想掏钱付费上课？对啊，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跟说服力。小心哦，因为你用莎拉布莱曼来做你的起点。哎呦，来，请问你要唱什么歌？也许明天。张惠妹的歌曲，加油。海一望无际，看不见终点在哪里，深邃有心，我的心，我就在浪里，飘荡荡，爱有时候高有时低，推着我向前每一天。曾经我放纵享受，到最后无处解脱。越心痛就越快乐，越想快乐越寂寞。也许明天没有谁陪我走过潮起潮落。也许明天我还有你陪我开始，直到最后爱一望无际。我在浪里，也许明天只有你，我的明天。我的明天，也许明天我还有你陪我开始，直到最后爱一望无际。我在浪里。也许明天。哇，现场真的很梦幻，虽然是一个大的歌，但是导播把你拍的真的很像莎拉，巨星风采，很美的哦。来来来，天生会唱歌的人，就是说这就是我很天生的武器。然后我可能会注重的东西跟其他人不一样，也许没有这么有天分的人，他会很努力的去做一些音准啊，你要去做一些情绪啊，你要顾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太基本的东西上了。我的感觉也是一样，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从事多年教唱这件事情，让你特别去注重技巧，而多过于情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唱歌，我常常碰到很多的制作老师都会说，唱歌不用唱得很完美，常常有一点点凸槌的地方就让它过，因为这是你真实情感的表现，哽咽啦，
或者是一下子音会错一下啊，这个都是一种代表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太过于技巧，然后要强调自己是个厉害的歌手，而丧失掉音乐本身的东西。对耶，我也觉得同意耶。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评断，因为我的功力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如果是一个学生，我会想要报名，因为我感觉得出你对你声音的控制是有。但我整体来说，我就觉得很完整了，对啊。对，所以待会儿那个教学的号码，对，谢谢。起码找到一个学生了，还是要先付钱，还是有收获。要先付钱。我想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唱的好不好听？说实话。我觉得我给我自己打分数可以吗？不要打分数。不要打分数。好不好听？我觉得我唱的蛮好听的。感动吗？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听，而听者却不是有同样的感受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可能你要再去多听一些你觉得让你很感动的歌者的歌曲，去分析一下，是他的灵魂触动了你，还是他的技巧触动了你，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好，不要有太多这个负面的啊。不会。OK， 这个很简单。巫教授太严肃了。对，其实你就轻松一点。你看我们家里的杯子啊，你喜欢马克杯还是手捏的陶杯？也许刚好今天老师都比较喜欢那个捏过的那个杯子，而不是工厂做出来。好，待会5位歌者今天要同台，因为要接受巫老师的选择。晋级的选手第2轮有机会再唱歌的只有3位。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加半张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很好，让它活在心里上。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清晰。咖啡麻醉不让孤单，只会让夜更长。我也一样，飘飘荡荡，眼神交换迷惘。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梦里被追光，传说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也许明天我还有你陪我开始，直到最后。现在把现场交给巫启贤老师。我的选择是第1位西湖周慧，第2位小林美秀，第3位世界杯舞后。耶！我晋级了。我的第2轮的歌曲是自己的创作，我好希望可以唱自己的创作，我想要让大家听听我写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晋级了，但是下一轮呢是3选1，所以呢我一定要放松，然后平静下来唱我下一首歌。毕竟我的下一首歌是抒情歌，要好好的唱，才不会吐槽哦。接下来是第2轮的演唱，马上要登场的是西湖周慧，但记住她的名字叫杨玉凡。玉凡，你要唱什么歌？我的创作《温暖的记忆》。哇，要唱自己的创作，好，这个是有风险的哦，因为熟悉的歌我们可以有一点认同感，新歌哇，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跟我们一起评鉴。欢迎杨玉凡。深夜剩下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
想着你身边那个人多么的幸运，你们现在的甜蜜曾经属于我和你，想着想着又哭着睡去。当我受了委屈，脆弱无力抗拒，多希望你就在这里。窗外点点雨滴，像思念的声音，我有多想说给你听。曾那么靠近，那么熟悉，你的拥抱让我安心，我能感觉你温柔表情，时间能不能从此暂停？你随着阳光躲进乌云，像一场美丽的梦境，你还是在我心里，留成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深夜剩下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你身边那个人多么的幸运，你们现在的甜蜜曾经属于我和你，想着想着又哭着睡去。当我受了委屈，脆弱无力抗拒，多希望你就在这里。窗外点点雨滴，像思念的声音，我有多想说给你听。曾那么靠近，那么熟悉，你的拥抱让我安心，我能感觉你温柔表情，时间能不能从此暂停？你随着阳光躲进乌云，像一场美丽的梦境，你还是在我心里，留成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曾那么靠近，那么熟悉，你的拥抱让我安心，我能感觉你温柔表情，时间能不能从此暂停？你随着阳光躲进乌云，像一场美丽的梦境。你还是在我心里，留成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
心里，留成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快哭了，我的感动哎，那个起承转合啊，不容易哈。我很高兴他能够替现在的我们带来很多的正能量。这个歌有被疗愈到吗？有被疗愈到，太好了，谢谢你，谢谢老师。玉凡，我是林俊逸哈。你好。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一定要继续创作。好。对，我很喜欢你这首歌。谢谢。加油。谢谢。我也好喜欢你这首歌哎，然后你唱得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棒的表演，真的很棒，就是很喜欢，加油加油，谢谢。如果照刚才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声乐的角度去看待你唱歌的话，你里面有些破碎，可是刚好就是破碎让我感动，因为你唱歌并没有想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完美或者完整，因为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个表达是最有魅力的，因为它有很多的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刚才闭上眼睛，一直来听你唱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如果还要更好听的话，我建议这首歌唱低1度，因为你的声音以你的声线来说呢，刚才已经推到一点极限，所以在听觉上来说，它产生了一点点的压力。那如果整首歌你要转 key 没有问题，但是整首歌往下再调1度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的诚恳度会更好，会更好听。写得很好，唱得很好，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请休息。接下来登场的是小林美秀，她是郑慕岑。郑慕岑呢，她在父母常常看她忙东忙西，但是在电视上都没有机会看到她。今年可露脸了，她终于看到你站上这个大舞台，有这么多大咖包围着你，听你唱歌，你要哭了？不是因为没有。刚刚彩排没有讲这个。对啊，不能讲这个吗？可以。我讲的是事实嘛，对不对？是吗？对。你别把他弄哭了，人家等一下哭了，人家怎么？好，那下一位先来嘛。我只是想给他鼓励。好，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好，接下来这首歌，好，你先传过，没关系，我们等你。要不要喝一口水？不用，赶快。赶快！你想喝，我叫他端给你。他说赶快。OK， 加油加油！好，这首歌关键性的一首，好好表现。你要唱什么歌给我们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加油，慕岑。想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 baby 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
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我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谢谢木岑。我觉得他的这首歌让我感觉这个主题跟他好搭哦，平民巨星。他的声音虽然不是那种你听起来让你觉得很震撼的巨星型的声音，可是他的声音里面传递了很多的故事。我可以在他的声音里面听到故事。虽然你的声音、你的歌声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一型，但是你的声音在说故事。我必须要说，选歌的重要性是在于说，你选了一个很好，其实这首歌是很好陈述的一个故事，因为它的歌词，然后它的音乐性是很好陈述的。可是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声音能力可不可以负荷做出这样子的戏剧表现。如果有一点超出你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替你捏一把冷汗，因为我们都看到说，这个角色在台上他真的很挣扎，可是我们又会替他担心说他会不会唱不下去了。我刚刚有感觉到，所以完蛋了。是因为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都是经验。然后你以后也要注意这件事情。但你放松一点啊，我觉得那个麦克风快被你捏断了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他是今天最爱哭的一位吧？对，指甲也快被他捏出血了，又哭了。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唱完了没有关系。你是因为紧张哭，还是感动哭，还是什么哭啊？都有，很复杂。都有，很复杂，五味杂陈。兴奋。我觉得我完全有办法理解他现在应该是一种那种梦想成真的心情哦。对，所以很感动，觉得点头点成这样。对啊，这很难得哎，而且可以被弄成那么漂亮。我现在这样可以讲吗？确实很漂亮，很漂亮哎，我都吓到了。很霸气的哦，这是小公主的心情哎。真的不要卸妆。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做张艾嘉。张艾嘉他这一辈子的一个幸运是他碰到李宗盛，帮他的歌声量身定造属于他的歌曲，像说故事的那种歌，没有错。爱的代价。是的，因为李宗盛并没有写一些张艾嘉扛不住的歌曲来让他唱，反而因为了解他的声音，了解他的特质，去为他创造了这些歌曲，让他成为大家都喜欢的那些歌。那你的声音很有特质，很有你的故事在里面，很有你的情感在里面。可是你们缺乏的一个叫做音乐制作人，真正懂唱片、懂歌曲的人，给你们意见，帮你们挑歌，让你们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一个阐述。所以我觉得错不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都喜欢唱一些很好听的歌，我们都喜欢唱一些很感动自己的歌。可是这些歌不见得自己能扛得起来，对。但是这些都是经验。其实刚才还是挺感动我的，你这样子唱，很感动的，谢谢你。对，他是说故事的那种张姐的那种 style 哦。你回去多听一点张姐的歌，哦，爱的代价，爱情有什么道理啊？就是好像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对，你有那个气质哎。你有那个气质，加油啊！好 ，OK， 好了，好像做梦一般站在这里。对，谢谢木岑，来谢谢。接下来是世界小舞后张晨云，11岁而已，哎，出生之犊真的不畏虎。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吴汶芳的《无穷》。加油，请开始。谢谢。
知道，我都知道，终将有失去的美好。在无声之海里围绕，洒遍了挣扎的浪涛。你知道，你都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瞬间或永恒里寻找，茫然未知已约定好。天涯无穷，走过匆匆，在错综里相逢。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蓦然也敞开了心。此刻无穷，多少永久，才能再次相拥？在无边无际的时空，请抓住我，别让时间坠落。我知道，我都知道，未知开在荒地茫然，而希望凋零在干旱，怎能唤醒心中向往？可你知道，你都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瞬间或永恒里寻找，等待的人又成侵扰。天涯无穷，走过匆匆，在错综里相逢。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蓦然也敞开了心。此刻无穷，多少永久，才能再次相拥？在无边无际的时空，请抱着我，不再错过。天涯无穷，走过匆匆，在错综里相逢。只有在爱里，信念扬起，蓦然也敞开了心。此刻无穷，多少永久，才能再次相拥？在无边无际的时空，请抱着我，不再错过。谢谢。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是，我很庆幸呢，你在这个时代出生，而我在我的时代出生。因为你如果早个30年出生，我就打不赢你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不管未来如何，也要跟他的妈妈家人讲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儿童的生活，学生的生活，这是一定要的。因为不管你将来站在舞台上有多红多耀眼，你一定要有更多真实生活的体验。记住叔叔这句话，好不好？加油！真的，该去打工就去体验，对不对？对，不要就一心就我只想表演，人生的体验好重要。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将来的周慧，可是刚才我觉得不是，是将来的邓丽君。哦，我自己在想象，邓丽君小时候唱歌，应该也是这种状态，就是我的口随着我的心唱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的，我就这样子唱，没有多余的想法在里头。那么我觉得以你的声线，以你的唱歌的那种一点都不多，一点也不少的那种领悟，我觉得唱歌是一种领悟啊，就是天分嘛。我祝福你，你是我们节目挖到的第一个宝。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在台湾我很少上节目。那我千挑万选，我上了贵节目，都瞎。然后我今天能够听到你唱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谢谢你唱歌，很好听。谢谢。马上我们要邀请3位选手回到舞台当中，让巫启贤老师选择，请老师思考一下刚刚他们的表现。最后有一位呢，可以在今天得到周冠军，并且跟巫启贤老师合唱经典名曲。现在我们把选择权交给巫启贤老师，本集的大来宾。 3位各有各的精彩，可是我心有所属。我的选择是。世界杯舞后陈云，恭喜陈云，待会可以跟巫老师合唱一首歌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可能是一个超棒的回忆哦。哦，谢谢哇，感谢你。娇娇，怎么了？我觉得有点可惜。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好的歌手就一个出现，我觉得不止他一个，我能不能再保一个？在我们第一集就要突破我们的赛制，是不是？不是，因为反正我录完就走了，我才不管后面怎么样。就是你这种不负责。对啊。好，这样好，大家同意，我们一起做个。如果老师想多保一个，其实3个都很棒，对不对？老师可能舍不得，他心中还有第2个名单，我们让他留下来喽。好，这个赛制的部分我们让导演组做后续的调整。那我也尊重你大来宾的权利嘛。嘿，好，你要选谁？哦，天哪！我们现在留在场上的还有沐晨跟玉凡。你想做什么？你想干嘛呢，老师？好紧张。今天唱的很感动，很好听。你不要再吓沐晨了啦。你今天写的歌很好听，很棒，2位都很棒。因为我是一个创作歌手，我对于创作来说还是情有独钟的。我保你下来吧。恭喜玉凡，也谢谢沐晨非常大气的笑容。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我竟然被巫启贤老师给保下来了，我觉得很惊喜也很感动，我在台上都要哭了。现在回去要准备下一次的比赛，我会好好加油。陈云，你要跟巫老师合唱一首歌哦。巫老师，你今天要挑什么曲目？我也是个平民歌手，我以前是唱和声的，我当的第一个巨星的和声，他就是苏芮，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选了苏芮的《请跟我来》跟你唱，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但是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唱，好不好？好。好哎，哇！所以巫老师也要回到他的平民身份，当年他只是苏芮大姐后面的和音天使。让我们欣赏这首经典名曲《请跟我来》。来对 key， 谢谢。Check 1 2， 嘿嘿 ，OK， 这个声音可以。好，我们试试看，来。别说什么，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可以。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带着你的水晶珠帘，请跟我来。别说什么，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别说，你不用说，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载着你的水晶珠帘，请跟我来。现在从事跟保险业相关。不敢相信，我们现场听的好享受哦。非常喜欢你唱歌的方式。我是一名现役的保龄球选手，就是有点击球的好奇心，很 chill 的感觉。对，但是呢，有一点冲突。chill。我本身是一个直播主，蛮令人惊喜的，你的声音蛮多可能性的，我觉得很棒。这位平民能不能成为巨星呢？Showtime。あともう少しだけ